我哋終於履行咗基本法第23條本地立法嘅憲制責任，完成咗歷史使命，不負中央所託，不負國家信任。今日係香港嘅歷史時刻，係香港等待咗26年8個月零19日嘅歷史時刻，係特區第6屆政府同第7屆立法會終於共同完成光榮使命嘅歷史時刻，係香港特區共同譜寫光榮歷史嘅驕傲時刻。今日基本法第23條立法嘅憲制責任同埋歷史使命終於完成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三讀通過，國家安全得到有效保障。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就正式咧喺上年嘅3月23號咧就正式刊憲啦，唔經唔覺已經係1週年啦。咁過去呢一年咧，其實大家都睇到咧，我哋嘅社會咧變得安定繁榮咗啦。成立咗呢個基本法23條之後咧，係可以杜絕到包括係過去嘅危害國家啦，同埋顛覆政權等等嘅行為咧，都難以喺香港咧再次係見到啦。咁同埋對於我哋社會安定啦，以至到係經濟發展咧有莫大嘅裨益。3月23號咧就係維護國家安全條例1週年，有呢個國家安全條例嘅庇護之下，咁大家可以睇到啦。咁我香港咧已經可以話由亂係及興，同埋咧社會就再冇出現咧就類似2019年嗰時候咁樣啦。所以嗱，呢一個國家安全條例咧係好有需要，亦都係咧係有咗之後，大家都係可以感受到我哋而家咧係比以前生活得更加安全、更加開心。